主要間屋用嘅材料係雲石啦，就算係我哋用牆紙嘅話，其實都會係有石嘅感覺喺度啦。地下個位都會係用咗原先佢都係米米黃黃咁樣嘅雲石啦，咁就會帶出嚟嘅感覺咧，嗰個對比度就會好強烈啦。各類石材係主角，以黑、白、灰色呢一啲低調嘅顏色襯托，效果比較前衛、型格。現代都市主義風格啦，咁其實咧就會着重咗喺一個材料啦，着重咗喺個材料嘅質地上啦，再着重咗喺一個光同埋影層次裏邊，咁就會營造出呢一個氣氛出嚟咯。電視機後嘅牆身只係用咗一款雲石，但係效果獨特，全靠鋪砌嘅手法。雲石佢本身係因為天然啊，佢個大細都已經有一個規限喺度噶啦，再加上佢好容易脆咁，所以就都唔可以話太大塊咁樣咯。咁我哋就會利用咗不規則嘅圖案，咁咧去拼砌咗呢一個咁大型嘅雲石牆身啦。天花陣位比較礙眼，為咗修飾缺點，近露台呢一邊加入木條同埋鏡面裝飾，睇起嚟嘅效果似天窗。天花裝有 LED 燈帶，好處係可以令光線均勻分佈。單位面積超過1100尺，複式設計有4間房，因應每個家庭成員個性同埋喜好，房間色調各有不同。呢一間以粉紅色作為主色，氣氛活潑可愛。有2位小主人啦，咁佢哋其實都好 friend 咁樣，咁佢哋就好中意一齊玩啊，咁樣中意打機啊，咁佢哋打機嘅話冇理由喺個地下度打咁樣噶嘛，同埋佢都多嘢儲物，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個儲物地台咁樣俾佢哋咁樣咯。天花牆紙印有星星圖案，並且有夜光嘅效果，熄燈之後可以營造星空。通往上層嘅樓梯，走廊位置鋪上石紋牆紙，並且加入木條配搭，善用呢一個貫通上下層嘅通道，擺放油畫、自製畫廊。另外一位小主人，咁佢就好中意畫畫嘅，我哋就做咗一個好似一個畫廊嘅感覺，咁啊令到嗰個走廊冇咁悶啦，帶出啲點綴，令到個空間有翻個主題喺度咁樣咯，唔係淨係一個走廊啊嘛。呢一間用色比較深，以寶藍色為主調嘅係主人房，床背板用料質感比較重，睇起嚟比較高貴。女戶主本身就好中意藍色，因為本身都好深色啊，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利用多啲光嘅元素落去咯。咁就喺個線條上面嘅話咧，我哋就大膽咁樣就加咗啲 LED 燈嘅 highlight 落去咁樣啦，再加埋啲鋼嘅拼合。另外嗰邊嘅話，我哋就做咗一個線條直條嘅隱藏門啦。咁再加埋成組其實都係櫃嚟嘅。咁啊，其實主要嗰個櫃咧個設計咧就係打開咗個門之後嘅話咧，入邊咧都仲有一個位咧係俾翻個戶主沖涼之前或者沖涼之後嘅話，咁嗰啲擺毛巾啊、啲污糟衫啊。仔仔嘅房間以山水為主題，運用柔和嘅綠色，感覺清新。又利用高樓底嘅特質加建閣樓，設計選材同大自然有關，有木條同埋樹葉成為仔仔嘅秘密基地。